好，大家好，2026年嘅8月17號至8月21號，呢個係金會員嘅一個專屬影片 CFTC 嘅黃金外匯篇。今日我嗰個標題咧就講油價就危，金價就升。我哋先睇睇個風險聲明先。OK， 嗱，今日準備咗個內容咧，亦都分開做兩個部分，先睇睇第一個部分個焦點分析先吓。我哋去探討下呢個 yen 啊，未來嗰個方向咧，究竟佢係點樣行啊？咁樣，所以 A 點嗰度咧就話咧，就美國長短期個債息同埋日美嘅息差咧，就決定咗個日元嗰個去向嘅。咁第一點咧，我話164可能咧已經係一個重要嘅中期嘅頂部。我目前咧就偏向於睇嗰個 yen 咧係轉強嘅，即係美元對個 yen 咧係中期向下嘅，唔係因為話美日出手啊做一個 intervention 干預，所以一定係成功，唔係一定係成功，而係因為咧依家咧係第一次睇到咧政策干預，息差就收窄，164咧就急跌，三樣嘢夾埋一齊係同一個方向咁樣，咁啊然而咧。155啊，係確認位，未破155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徵兆。如果係破咗155咧，呢個咧就係確認啊。咁啊反向咧，如果係重新上翻去164樓上嘅話咧，咁呢一個判斷咧就係失敗噶啦。啊，好啦，星期五8月14號咧，美國10年期嗰個長債息咧就係陽燭高收，陽燭高收，咁啊市場咧就擔心咧就通脹係揮之不去。雖然咧連續6月同7月咧嗰個 CPI 嗰個通貨膨脹啊，由 CPI 所引申出嚟嗰個通貨膨脹咧係回落咗連續兩個月都係回落咗，但係咧市場仍然咧係擔心咧呢個通脹咧係揮之不去嘅，因為咧美國嘅長短期個債息嘅表現咧，長期個債息咧星期五晚咧繼續咧係一支陽燭高收咁樣。好啦，另外咧第6點嗰度咧就 CRB 指數咧就低位回升啊，咁呢個係第一點 A 點。好啦，咁 B 點咧就講講咧 WTI 原油嗰個倉位嘅變化。啊！呢個禮拜咧，究竟佢有啲咩變化咧？咁樣，我 WTI 原油星期一至星期五咧就未平倉合約個總計咧，去到星期五個統計數字為止咧就係19190001918964張，比較咧週初嘅時候咧，佢係增加咗咧28918張啊！咁啊，市場咧仍然咧。係睇唔通就睇唔透，睇到聽日咧就睇唔到後日咁樣，即係一個轉倉轉得好快啊嘛咁樣啊！即係嗱諗都唔對板嘅時候咧，即刻咧就轉倉，即刻平倉咧就鋸咗佢先，咁然後咧又再開新倉。如果睇得到當前嗰個情景咧，又再開新倉，跟住禮手唔對板嘅時候咧，即刻咧就平晒倉咁樣。好啦，第3點嗰度咧就 CFTC 個調期經紀人咧，呢個係最 update 個數字啦嚇。星期二嗰日咧就係回跌到落去咧就係558,940張，創咗近期個新嘅低。咁呢個係側面隱隱約約咁嘅啫喎嚇，側面隱隱約約。點解隱隱約約咧？因為咧佢呢個5萬幾 net short 減少咧，減嘅幅度咧就唔多咁樣。啊，減嘅幅度唔多，但係睇到佢咧係在咧正在喺度減少之中咁樣，只係可惜咧佢減幅唔多咁樣，咁所以咧我只能夠係喺呢度講咧，我側面咁樣去睇咧係隱約咁睇到佢反映個油價當前雖然咧佢係急升咗，即係由70幾蚊夾上去80幾蚊係急升咗，但係個後市咧係睇淡嘅。如果後市唔係睇淡嘅話咧嚇，佢呢個 net short 啦嚇 ，CFTC 調期經紀人呢個 net short 咧，佢唔會減少嘅，佢係會增加嘅。咁而家咧係連續幾個禮拜咧都喺度減少，咁但係可惜咧就係話減幅咧
就唔大唔多嘅啫。咁呢個在在咧，亦都可以表示出咧，即係同嗰個 CME 嗰個未平倉合約統計數字咧，好閃縮啦嚇，就又增加又減少，又即係好閃縮咁樣咧，就唔係一個好明確嘅一個趨勢係增加，明確嘅一個趨勢係減少，唔係佢又增加又減少咁樣。咁而家咧，你 CFTC 嗰個 net long short 嗰個 net short 係掉期經紀人嗰邊係減少啊，佢係持續呢段時間咧都係喺度減少。咁啊，個油價彈上去呢下嘢咧，係當前嗰個形勢焗住咧，佢彈上去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呢個倉咧係逐步減少咧，咁即係反映咗佢哋咧呢個超級大孖沙咧，佢哋咧對後市咧都係有啲睇淡嘅。我只能夠講話係有啲睇淡，因為咧佢減幅唔多咁樣。OK， 好啦。咁啊，價位方面又點樣咧？咁呢個倉位就咁樣啦。個價位係點樣咧？價位嘅走勢咧，仍然係處喺任意波動嘅區間，即係仲係可以揈上揈落嘅，啊，仲係可以。當然佢揈上揈落咧，而家咧就係有一個 symmetrical 嘅一個敏感三角形咧，就喺度框住佢，即係上下咧都係好似嗰個收窄咁樣啊。佢而家個價格嘅波動咧，就已經咧慢慢咧就去到個尖端位，但係佢仍然可以上下咁樣挫啊。咁啊就直至除非咧有一日啊，呢一日都唔會話好耐噶啦，因為咧佢嗰個敏感三角收窄咧，俾佢可以喐動嘅時間段咧，即係 X 嗰邊個時間段咧就唔係話好多嘅啫。咁所以咧佢就遲早咧，佢都係一係向上破，一係就向下破啊。咁啊，除非咧就一舉跌破$70樓下。咁如果係跌破$70樓下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反映咗，咦，真係有料到喎！呢個 CFTC 嗰個掉期經紀人個 net short 持續減少喎，咁樣啊，咁我哋拭目以待啊！好啦，咁啊講個金咧，你都要有呢個十幾點咁樣，逐點咁講啦嚇。個金咧，CFTC 個倉位顯示咧，呢個禮拜啊，即係8月11號最 update 最新鮮嗰個掉期經紀人個倉咧，佢個淨沽空嘅合約咧係增加去到咧就225138張，比前一個禮拜二係增加咗咧21100幾張，2萬幾張嘅增幅嚟計啦嚇，就雖然咧就唔係話超級十分多啦嚇，但係亦都唔係話好常見嘅。咁因此咧，呢一個咁樣嘅增幅嚟講咧，都係咧係顯著性嘅一個明顯嘅一個增加嘅張數，即係話咧掉期經紀人咧明顯咁樣咧就睇好一啲個黃金個金價未來後市。另外一個大戶咧，貨幣基金個淨長倉咧 net long 咧，亦都係有增加9470張，即係話咧貨幣基金睇好，掉期經紀人 net short 增加，同樣咧係睇好後市。咁啊呢個咧就係同我上個禮拜咧就係反映到個倉位持續係向好，睇好個金咧。呢個禮拜咧最 update 個數據顯示咧，佢真係咧係走咗出嚟咧，佢係持續咧係向好，個倉位方面咧係持續向好啊，睇升咁樣。好啦 ，CME 嗰個未平倉合約個總計咧，同樣咧佢響週初嘅40萬張咧係增加去到407000張啊，咁啊增加咗7225張，呢個幅度咧就唔係話好多好大啦嚇。咁啊，同時咧，佢個總計咧，而家係去到407078張咁樣啊，07000張，40707000張啊，41萬都未到咁。咁你進位係41萬啦，咁樣啊。咁但係41，我即使你進咗41萬嚟講咧，都未夠我嗰個預期喎。我嘅預期咧，起碼咧都係43萬啦、5萬啦、45萬啦。咁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期間，
同埋呢個價位嘅表現啦，咁你要配合翻呢個張數嘅增加，咁先合理咁樣啊。咁所以咧，而家去到41萬張嚟計咧，增加咗7000零張咧。嗱，當然係好 OK 啦，都係向好啦，即係個金額係推高咗上去，即係新嘅買家係有積極個沽家，新嘅沽家，即係新嘅買家係積極個新嘅沽家咧落場去做買賣啊，買家積極個沽家啊，咁啊，黃金響倉位同價位嘅表現方面咧，仍然都係繼續提升嘅。咁白銀同埋鉑金嘅表現咧，呢個禮拜咧嘅倉位嘅表現咧就唔係好突出啦，咁啊有啲回吐，即係有啲回吐，一個銀咧可能咧個幅度咧就係多咗，所以咧又有啲回吐咁樣。好啦，我哋睇睇技術面係點樣，即係個金個技術性嘅表現係點樣先啊？黃金嘅價格咧，全個禮拜五個交易日咧響高位徘徊，高低個波幅咧亦都喺度收窄啊，升幅咧就差唔多啦，咁樣響即係第一個階段啦，咁計啦吓。星期四8月13號咧就上影場就略大嘅一個陰燭收低啊，星期四啊上影場陰燭收低，上影場即係上面又沽翻佢落嚟咧，陰燭收低收到最高，即係由頭沽到尾咁樣啦，即係話開咧就開向呢度，然後炒上去向上面俾人沽翻佢落嚟，嗱沽到去收市最低收咁樣，咁所以咧就星期四咧出現咗一個上影場落略大嘅一個陰燭。我點解講略大咧？佢唔係話好大支陰燭，唔係話好勁啊超大陰燭咁樣，或者唔係一個大陰燭，我而家係略大嘅一個陰燭收低行。星期五咧下影場嘅一個陽燭就收高，調翻轉頭咧星期五咧就下影場喎，即係下邊咧就開始有埋盤，佢跌到落去個最低位個影線嘅最低位嘅時候，開始咧有買盤去買翻上去咧，就係陽燭高收，即係高過咗個開市就喺度再掟落去啊嘛，咁然後咧就買盤買翻上去，然後買上去上邊咧就係高收啊，咁啊陽燭高收，雖然講咧就比較前3個交易日咧吓，佢個上影個價位咧都係收低嘅。上影個價位都係低嘅，因為之前嗰3個交易日咧，嗰個上影咧就相對嚟講係比較高一啲。星期五嗰度咧個上影嗰部分咧係略係低一啲吓，雖然係收低，其實咧呢個咧係好現象喎，呢個係好現象嚟嘅。點解係好現象咧？點解係好現象咧？咁因為咧就從最低即係個金價從4100開始咧就起步。開始計算咧，響5個交易日入邊咧，佢係大約咧上升咗350美元啊！有5個交易日升咗350美元啊！350美元呢個幅度係相當驚人嘅，相當多嘅吓。咁啊，應該咧要有啲獲利回吐啦啩，咁樣係咪啊？應該咧就獲利回吐啦啊！咁啊，所以星期四咧略大嘅一個陰燭咧，正咧就係呢一波推升嘅一個獲利回吐嘅一個表現。我嘅解釋，呢個係一個獲利回吐嘅一個表現，唔係一個沽貨嘅一個開始咁樣啊。咁你都要 profit taking 先得噶，袋咗落袋嗰啲先至係你噶嘛。咁樣萬一啊，我講萬一嘅啫，萬一如果唔係嘅話咧，咁佢斜翻落去，咁你咪即係富貴如浮雲。係咪啊？咁所以咧，星期四嗰啲上影場嗰個陰燭收低，而星期五咧嚟一支下影場嘅陽燭收高咧，正好咧就表現出咧，你星期四嗰個獲利回吐，吐完咗之後咧，就一路吐去星期五，再吐多喺個低位，然後咧就收翻晒上去。咁又睇下個禮拜，睇下個禮拜。咁所以咧呢個咧。就正係一波推升嘅獲利回吐嘅一個表現。星期五下影場咧係將獲利回吐嗰個沽盤呢個獲利回吐個沽盤，星期四個沽盤喺星期五再出現嗰個獲利回吐，將呢個沽盤咧就消離於無形，將你咧就係移形換影咁樣咧，將你消離於無形啊，將你消化咗，而你唔感覺到係咩嘅然後咧就重新上路嘅一個表現。
星期五個走勢，星期四個走勢，上影長嘅陰燭夾落去星期五嗰個下影長嘅陽燭，將你嗰個沽盤個力度咧，將你咧就化於無形，將佢全部咧就係消化晒，咁然後咧就重新再上路。好啦，咁我哋策略上可以點樣做咧？咁樣咁啊，策略上咧個金價目前咧係正處響睇好嘅一個入貨信號當中。星期一即係8月17號，推估呢個預算做一個 projection 咧，推估嗰個 J SHA 咧就係4265啊。4265，即係佢每日咧向上遞增30零蚊度啊嘛，咁所以咧星期一今日會同大家講如何成為 TSCI 囧囧頻道嘅 Patreon 會員。第一步，留意 YouTube 影片下方點擊顯示完整資訊，點擊加入 Patreon 會員嘅連結，進入 Patreon 嘅官方網站。繼續第二步，到訪 Patreon 嘅官方網站 TSCI 囧囧頻道嘅頁面。第三步，請按右上角嘅登錄繼續。如果你仲未成為 Patreon 嘅會員，請點擊頁面下面嘅註冊並繼續第四步。如果你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可以跳到第五步嘅登錄。嚟到第四步，要註冊成為會員，填寫你嘅姓名、電郵地址同埋創建你嘅密碼，然後按註冊。你亦都可以用 Google 註冊或者用 Facebook 註冊，只要點擊相關嘅按鈕就可以啦。第五步，相信大家已經成為咗 Patreon 嘅會員，填寫你嘅電子郵件及密碼，點擊登錄繼續。你亦都可以透過 Google、Apple Account 同埋 Facebook 登錄你嘅 Patreon 賬號。第六步，完成登錄之後，喺右上角嘅搜尋欄裏面搜尋 TSCI 囧囧頻道，點擊選項進入。第七步，選擇適合你嘅會員級別，我哋提供咗金或者銀會員級別，分別係40蚊美金同埋25蚊美金。點擊加入繼續。呢度要注意嘅係，金會員有專屬影片觀看，並設有 YouTube 直播嘅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方便大家重溫精彩嘅內容。第八步，完成你嘅每月付款，填寫付款方式同埋確認你付款嘅金額。完成填寫之後，可以點擊確認或者更新並繼續。呢度要注意嘅係，英文版網站嘅 CVV 係銀行卡嘅安全碼，你可以喺銀行卡嘅背面揾到白底黑字嘅3位數字。另外，香港嘅郵政編號可以輸入000005個0代替。另外，如果你已經註冊並登入咗 PayPal 嘅賬戶，你亦都可以用 PayPal 去付款。第九步，恭喜你，你已經成為咗我哋嘅 Patreon 會員。點擊進入 Get Started。我哋亦都歡迎閣下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群組，按下廣播群組連結就可以收取陳老師嘅所有資訊發布。按下 Telegram 私信連結就可以提問，老師會盡量解答你嘅問題。完成啦，即可瀏覽會員專屬內容。金會員限定，除咗有專屬影片之外，仲有 PDF 檔案同埋聲音檔案下載。好，多謝晒。